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！嗱，大家每日都需要刷牙噶啦，所以一支好嘅牙膏咧，絕對對我哋嘅口腔衛生非常之有大嘅影響嘅。所以今日推介嘅就係呢一支 Oral-Well 奧威爾全效牙膏啦。嗱，呢支牙膏咧，佢不含三氯化物啦，同埋佢用嘅料咧，全部都係食物級嘅原料嚟嘅，可以抗敏啦，又可以防蛀牙。非常之好嘅，但係佢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個高效嘅技術。呢個高效技術係咩咧？就喺刷牙嘅同時，喺牙齒嘅表面啊，好快咁生長一個礦物質嘅保護層，咁令到一啲引致牙周病啊，同埋引致我哋蛀牙嘅病菌咧，係難以繁殖嘅。咁長期使用啦，絕對可以改善我哋嘅口腔衛生啦。用咗佢之後咧，平時啲敏感牙齒啊、口臭啊、流牙血情況咧，全部都得以改善嘅。平時咧一支呢個牙膏市場價係108蚊，而家健康博覽優惠價係半價54蚊，你就可以擁有啦。呢個優惠好難得㗎，大家快啲把握機會，記得嚟我哋攤位 J04 揾到你了解下，到時見。天然國際 Oral-Well 奧威爾全效牙膏，使用高科技專利技術 Amines， 革命性地喺牙齒表面快速生成礦物質保護層，同時令引起牙周病、蛀牙嘅病菌難以大量繁殖。